2026年咧，屬鼠嘅朋友咧喺財運方面咧就要重點去警惕啦，因為咧大號呢個凶星咧係喺你嘅財帛宮嘅。咁作為咧一個歲前12凶星之一嘅一個大號星啦，咁大號星咧係被記載啦為歲中虛耗之神啊。佢咧係一個主破財啦、爭端啦以及財物無端損耗嘅一個凶星嚟嘅。而民間咧其實咧都有一個説法叫做大號劫星來，無災咧就亦破財嘅一個口訣嘅。咁可能咧表現咧會係明年啦會有一啲突發嘅醫療支出啦、財物耗損啦，或者係因為啦投資失誤啦、借貸糾紛啦，導致財富流失嘅。咁針對翻呢一個運勢咧，會建議翻大家可以通過沖喜或者咧係資產保值嘅方式啦去化解，可以去置業啊，可以去結婚啊、添丁啊呢啲咁嘅人生大事去調和一下氣場啦。因為其實嗰啲地方都係需要破財嘅，咁啊將佢認咗佢，或者咧就將啲資金用喺購買一啲保值嘅物品方面啦，減少一啲無謂嘅損耗，同時咧需要秉持翻一個穩健嘅投資理財啦，避免一啲高風險嘅投資咧，提前去做好一啲財務嘅規劃啦，而嚟應對一啲未來嘅未知嘅支出嘅。